在镜头来去屏东县政府伫今年的7月份至9月份会举办主家课程，是专工邀请做法国菜的总铺甘天才去社区教民众安怎煮出用在地食材煮出法国的料理。然后这是我们屏东平安农场的那个绿竹笋。哦，绿竹笋。对。哇，现在等对。用社区居民种的笋仔往来，结合温仔河的虾仔，佮南瓜胡椒拌拌的，就变做一道真有特色的法国菜头盘。导致甘天才讲，要做手路菜，无一定要爱山珍海味。像凤梨啊、芒果啊，然后有一些香辛料，还有我们的那个泰国虾，不管是做在地的料理，或者是做西式的料理，其实都非常的好。其实只要食材好，其实都可以做出美味的料理。屏东县政府为今年7月到9月推出饭道享宴的活动，邀请法国菜的导致甘天才开设煮食的体验课程，让社区学员知影原来在地生产的鱼肉甲菜色，只要小可加工一下，也通做出基卡有屏东特色的法国料理。那今天来这边呢，老师教的料理方式是结合我们在地屏东县所有的食材融入在一起的时候做一道料理，这个方式让我觉得很惊奇。兴隆社区的石斑，还有赤山社区的凤梨，还有我们爱寮的黄金、里养潮错的泰国虾，还有很多在地的农在社区的好物，让我们透过法式料理的专家，变成一道一道非常美味可口又时尚的法式料理。对产地到饭道，小可变化煮食的方式甲烹料，都有创意菜色，互大家食饱搁食卡。这3道有屏东特色的法国料理，黄金好旺一般五，变做在地农渔产的代言人。记者综合报道。